星。归正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元人乡儿女。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。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周虎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结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刻一刻再刻三刻四刻五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十刻手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二遍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作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今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专视诸佛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生死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二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其如灵山地，莲花映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山心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眼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苦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远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下，无以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续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儿点腿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摔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
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普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听免红华显神通，得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周虎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耳刹你常持念，结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力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刻一刻再刻3刻4刻5刻6刻7刻8刻9刻10刻所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3遍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作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眼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有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多远显化在古宫，南北两极连中性，混言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下，无以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
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赤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尔点腿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你办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就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得其造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周虎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练习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刻一刻再刻三刻四刻五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10刻手。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姓氏吴丽香，姓氏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以江月之前贤，回向于江月之前贤，祈请弥勒古佛、地藏古佛、祈请弥勒古佛、地藏古佛、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身体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身体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身心健康不会增长。令其身心健康不会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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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